年係我會建會78週年紀念同埋第33屆理監事就職，好榮幸見到今晚台下有咁多嘉賓同埋理監事支持我哋。新一屆嘅理監事會定能各司其職、各負其責，同心協力，使鄉會未來發展一定能夠再創輝煌。在此恭喜獲獎嘅同學，今日所得嘅成就成績係你哋堅持同埋努力嘅成果。希望同學帶着呢一份嘅信心，繼續努力向下一個目標前進。喺第30至32屆理事長陳炳南先生嘅帶領下，理監事會積極推進會務改革，優化日常嘅管理機制，拓展會員嘅福利。我衷心期望同鄉會繼往開來，喺陳德成理事長嘅帶領下再創佳績。相信喺海內外鄉親嘅關心同支持下，少年嘅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。借此機會呢，我衷心祝願貴會基永固，會務興隆，祝貴會同仁各位嘉賓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，萬事勝意。如謹以至誠，盡忠職守，服務桑梓，至此不渝，此誓。我會務昌隆，福澤桑梓，飲杯。預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從心所欲，飲杯。三祝大家喜氣洋洋，事事如意，乾杯。咁多年嘅學習路上，我都遇到唔少嘅難題困難，亦都有時讀書會讀到好夜。但係每當我諗起我身邊仲有好多家人、朋友同埋各位同鄉會在座嘅鄉親嘅支持，就令我明白到我唔可以咁輕易放棄，我一定要繼續努力，因為我唔係自己一個嘅。香港潮年同鄉會第33屆理監事能夠喺日後更加團結，會務蒸蒸日上。同時祝賀我哋今晚得獎嘅同學，希望你哋繼續努力，未能夠得獎嘅加倍努力，明年踏上呢個頒獎台。最後喺度祝在座各位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孤兒在原野上追樹葉，孤兒把弟弟的氣球搶走了，弟弟直嚷着：我不跟你玩了，把氣球還給我吧。
快樂。